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国务卿 Ken Crouch 下晡已经到台湾，主要行程是对事李登辉。针对着台美经济对话部分，吴钊燮表示，双方还佫伫咧讨论。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早起去到台北的大稻埕永乐市场看猪肉漂市的情形，有民众当场因为美国猪肉问题甲伊呛声。正钱的倒翻真上局本地逃走去到泰国，后来透过司法合作，继续押回来台湾治罪。美国的国务卿 Ken Crouch 坐专机下晡5点半到上山机场，根据着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行程内面，无写着台美经济对话，讲这回主要来台湾的行程是要参加李登辉的对视会。外交部长吴钊燮证实讲，因为经济对话所牵涉的层面伤过宽，目前双方还佫伫咧讨论。17下晡5点20分，美国专机降落台北松山机场，国务卿肯克拉克行出机舱门，以强手代替握手向接机的 AIT 处长李英杰、外交部处长曾秀珍等人致意。这是为1979年以来美国访问台湾上悬战绩官员，因为美国国务院亚太组卿10大会进前宣布要甲台湾进行经济对话，外界高度期待。由克拉克访问台湾时主持，不过好亲像无排伫行程中。外交部长吴钊燮指出，因为牵涉层面较大，因为涉及的层面是相当的广泛，那我们台美双方还在就各层面都还在讨论当中。台美关系大进展，主管美国经济成长、能源甲环境的处卿克拉克访问台湾，目标定调是代表美方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对视活动。无提及台美经济对话行程，也被解读因为台湾高调宣布才取消。总统府是否认，各讲到希望利用美方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交换意见，协助后续各界对话顺利展开。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有相关安排，拢会互大家知影。我们也看到，除了阿照卫生部长来，现在国务次卿也要来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而且也都会就相关关切的议题，大家交换意见，相关的安排啊，都会届时让大家知道。克拉克按算留伫台湾3天，18要甲总统蔡英文晚宴，19早起出席前总统李登辉告别礼拜。不过克拉克访问台湾已经互中国真生气。美方执意安排克拉奇副国务卿访台，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因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也加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李光章到庭食饭，这是台湾驻纽约上高级的官员礼拜甲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食饭，也向李光章保证会协助台湾参加联合国事务，也希望未来应甲蔡英文总统见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年开始就要开放美国的猪肉进口，不论是大卖场或者是菜市啊，还有餐厅卖小食的大头啊，拢爱标示猪肉来源。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早起就去到台北大稻埕的永乐市场看猪肉标示的情形，不过所有民众当场甲伊呛声。另外，食药署也公告讲，对明年开始，猪油制品也是爱标示产地，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400万。有啥物困难就爱讲，啥物困难就爱讲，较来想办法。早起11点外，卫福部长陈时中向出现伫咧台北市迪化街永乐市场的猪肉搭是菜肉品产地来源标示的状况。因为明年1月初开始有来客多半，也就是3百种的美国猪肉特别开放进口。为着降低民众是安尼疑虑，陈时中第一站就选定永乐市场来做标示示范区。讲咱本店用的猪肉，拢是台湾的，种啊嘛是咧这里甲标啦，就是排骨饭嘛是啦，猪脚饭、控肉饭、肉鸡汤、贡丸汤、卤肉饭，这拢是就是啊。陈时中视察迪化街，引起真侪民众来遮看。现场民众表示，有标示会较安心，不过也是有民众疑虑。那么多医生都有讲，为什么他不说好？好，叫他先吃啦。电视是可以看的，要买的人也是会买，不会去买的也是不会去买啦。另外，食药署17嘛公告修正山珍甲包装食品的标示规定，也就是讲，除了猪肉，所有猪油制品嘛，拢必须要标示产地。公告是要标嘛，直接使用的或者是直接拿来煎煮的，这些当然都要标。
食药署强调讲，地位管理是向直接加工的品项来做标示，譬如讲油葱、月饼等等，若是像粽这类的产品，无直接使用地位物件，就免特别标示。相关实行的办法，真紧就会公告，嘛会辅导业者要安怎来执行。从明年1月初1开始，猪肉甲地位产地若是标示不实，相当会当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日伫市议会备询的时阵，也去访问到美国猪肉的问题，甚至国民党团阁在呼吁郭文德就爱签一份有3码种的猪肉袂当入到台北市的甘愿字。亚猪仔的红仔包围主席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伫市议会开议了后，甲重点放伫美国猪肉的议题，要求市长郭文德爱表态。多做一份努力，或在法规上面多做一些修正，至少有罚则在里面。如果自治条例有通过，我一定要遵守，这是我们行政部门的义务。如果中央的方法没有办法说服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会采取强硬态度了。郭文德表示，市议会通过是按自治条例，市府就有义务爱执行。因若国民党团要求签署的同意书，内底写其决定检出的美国猪肉进入台北市。郭文德认为讲，若是零检出，就无算是美国猪肉，这个逻辑无通，建议用词爱修改。另外，郭文德佫讲，若是中央硬要实施，一定会引起民众的怨叹。那你是听中央还是听议会的？这个是这样的哦，其实我们在做那个法务局的法务的研究，这个会变，这个大概会释宪。这个我也是觉得它政策很矛盾的，进口猪可以，所以市长，国产猪不可以，无法理解。源头管理不做，地方政府没有办法追踪跟受理。如果你硬干的话这个会激起民怨。另外，有议员关心总统大选的议题，顶日桃园市长郑文灿甲交通部长林佳龙拢互问到敢要参选。郑文灿讲，伊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互看做咧准备2024年选战的郭文德，嘛是市议员关心的焦点。你有没有想过要选2024总统？我是讲过，我不是想，我是直接准备。好。这个市长您回答了超出我的预期。每天做你该做的事，就这样顺的这样走，顺其自然，可以就可以，不行就算了，何必那么在意？郭文德强调讲，要选出上好的人才，无一定都爱伫民众党内底，嘛建议有想要参选的人，也是爱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的问题。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3宗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这3个人是伫咧缅甸、英国甲菲律宾食头路的人。另外有6位菲律宾移工对台湾返去因国家了后，却验出致病。指挥中心也掌握到162位的接触者，目前也正在检验当中。国内个新增加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拢是台湾人。501例是40多岁女性，今年2月到缅甸工作，9月13入境时无症状，毋过讲伫当地北甲确诊个案共度食饭超过2点钟，由机场人员采检了后确诊。第502例是20多岁女性，去年2月到英国工作，9月7日入境时无症状，国家检疫期间出现然后疼落瀉，采检了后确诊。503例是30多岁男性，今年3月到菲律宾工作，9月7日出现塌鼻、流鼻水、鼻无这症状，家己食药无伫当地看医生。9月13甲进前确诊的500例坐同一班班机返来台湾，由机场人员采检了后才确诊。同班机前后2排没有其他的乘客哦。那另外就说还有9名的同班机机组员先前也被列为这个接触者，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做自主健康管理了。另外，进前公布为台湾等于菲律宾的6名菲律宾籍移工，伫菲律宾机场采检时阳性确诊。指挥中心经过疫调了后，扩大找找伫台湾接触者有162人，其中2人是共济工厂的移工。匡列的接触者162位，那另外因采检的人数的部分。从原来因采检79人，现在增加为124人哦，还是维持23位的核酸检测跟血清检体都阴性。7月底以来14个菲律宾入境赴台政策，是毋是要继续进行？甲今年6月到即马有19例台湾境外输出确诊个案，还有14例还未结案。庄仁祥表示，专家会议已经开了摇决议，不过议员爱报指挥官陈时中指示了后，各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9月初有查到翠安国家队嘉利公司甲徛名在翠安南中国会进行，测试伫高雄的大树区，却发现讲幸运企业社涉嫌用
顺益利的医疗水暗的空壳啊，内面带着咖喱的加水暗，也查到讲楼到市面上已经有360盒啊。除了要求业者爱全部回收，也依照着违反药事法，甲业者移送侦办。顶头印红矮的咖啡色的活性炭水暗。后壁标示厂商是顺益利医疗活性炭水暗，验过内面2号是进前进口中国籍非医疗用水暗，南地的医疗用水暗未到生命地通路的前国家的咖喱公司的水暗。因为他有剩他的一些盒子，送了一些空盒，所以他把顺益利的医用口罩的这个盒子里面放了这个佳丽一般台湾制的口罩，本局立刻就要求他能够下架回收。卫福部食药署南管中心随即会同高雄市卫生局到台州区的营运企业社调查，发现标示甲内容物无符合的水暗总共360盒，其中339盒卖予5间药房甲2间公司，剩的21盒是直接卖予一般民众。卫生局讲，民众若买到顺益利的水暗包装顶头各印营运企业社，会当提起原本买的所在摕。至少我给他10盒，他可以分给很多客人都有的买到活性炭口罩。对，我是基于这样，那当然也是不对就是不对，就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水暗分装了提起杯，如果甲家己公司的水暗蓝做伙，双方是毋是有利益关系，也搁等待检方调查。卫生局也讲，这款蓝莓水暗虽然有通过检验，但过无用他人的水暗名做包装，已经违反药事法，会当处5年以下，或者是并科新台票2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新的会期伫明仔载就要开机咯。不过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着政务，这4位立委拢牵涉到所国误射案件，目前也是收押禁见。但是司法机关若准备伫会期当中继续收押这4位立委，依照法律的规定是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希望司法院就要尊重宪政。立法院18就要开议，不过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赵政武等等4个现任立委，拢因为牵涉所国诈骗案，都8月份后收押禁见到达，是国会全面改选以来头一届看。立法院长游锡堃则是表示，希望会当查清楚，因为毋是发生伫咧会期期间会当合法扣押2个月，不过若是司法机关决定伫会期当中延长扣押时间，照宪法征收条文规定，必须要函文呈询立法院同意。若是议会无同意，可能会造成立法权甲司法权的争议。立法跟司法分立而制衡，那我们希望司法院能够尊重宪政，就说他们的所有的处理，希望都能够合乎宪法的规定。目前裁准羁押的部分呢，不是在会期中裁准羁押的，那法官呢会依照法的确信跟宪法意识，适当的、妥善的适用宪法规定。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表示，若是帮伊敲定继续扣押，会交予调查协商来决定处理方式。4个立委佮加上因为查过案日间的立委保困期无向褫夺公款，也是立委身份，每个月19万500块的薪水照领，助理的薪水嘛照分，有牵涉执行业务的费用才停本。立委的呼吁讲，应该爱守法。在立法委员行为法当中，去针对不管是在羁押期间，或者是判刑确定之后。如何在他的权益上面做处理，这个一定是要修法的。所以我想也可以建议这个院长尤院长，是不是对这个法规的检视呢？国会有一个这个讨论的过程。立法院18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东港的带领相关部会首长，针对开放美美国的议题进行专案报告，而且比质询。那日17拢会召开党团大会来比战。国民党党团嘛已经宣告，爱苏贞昌身体立场改变来回撤的，预计出现你一句我一句的状况。游锡堃表示，尊重各政党有家己的主张甲政策，希望委员拢会当理性问责，互立法院的议事顺利。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今仔日召开第3季的理监事会，决定国内的利率继续维持无被调整，不过有甲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纠悬到1.6%。另外，针对新台票最近愈来愈大圆，央行的总裁杨金龙也表示讲，短期来看新台票是有升值，也强调台票的汇率是真稳定的。新台币最近真强，17盘中上悬有19.133块，不过伫央行进场调节之下，收伫19.31块。不过汇率已经升破19.5块的杨金龙红线，行向19块的大关。杨金龙伫17日央行第3季理监事会议强调，台票汇率稳定。从礼拜一开始呢，
美元是弱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主要的货币呢对美元呢都是升值的。那新台币呢，当然也会升值啊。要相对之下我们的升幅呢还是居中的。那特别是我们的汇率呢是很稳定的。央行也宣布利率的冷冻维持伫1.125%无变，是毋是甲美国同款会继续维持低利率？杨庆龙表示，台湾对疫情控制真好，甲美国经济环境无同。我们经济成长率也是少数里面就是说维持正成长的。所以呢，台湾是不是一定要跟随美国？如果说全球是宽松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台湾也是会宽松的。国内社会信心回稳，央行认为下半年经济成长动能回升，调悬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为第二季预估的1.51%，调整回1.6%，比主计总处预估的1.56%较悬，也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是3.28%。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鼎立国际集团进前的总裁金尚玉，几多年前因为甲人借钱借超过130亿，结互判刑爱关11年，落尾伊逃走出国。结果顶年入境泰国，因为用假护照去互掠起来关，但是泰王生日总下天下，才有机会提早出国。不过经过台湾甲泰国的司法合作，甲伊押回来台湾继续吃免治饭。贴那么多钱有什么感觉吗？会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行出机场的大厅，穿隔离衫、挂护目镜，配合工作人员检疫。伊是前鼎立国际集团的总裁金尚玉，涉嫌违法骗到的钱超过130亿，去互最高法院判11年定刑了后，就逃走出去外国。去年为柬埔寨去泰国的时阵，因为提假护照去互撞到，17互送回来台湾。跟泰国的执法机关合作。因此能够确实的掌握了他这个秦祥玉在泰国的行踪，所以这次能够非常的顺利的能够把他遣返回台。金尚玉为2007年开始，就假用互助会的名义来骗钱。2011年推出欠钱的专案，讲投资50万，就会当一个月领1万外，实际把钱拢入去，公司就跳票。伊阁涉嫌把这个资金摕去投资台湾电影，接手乌用盆栽、甲艺人吴宗宪经营的公司。另外，伊嘛涉嫌提供资金，借互艺人邵勋等等一家人去炒石天科技公司的股票。金尚玉因为骗钱的案件受到法律的制裁，煞逃走去泰国，因为提假护照，互判刑入监。尾手因为红代谢，才会提早出国。被泰国的法院判刑确定，然后服刑2年。那本来是要在11月的时候服刑期满，因为这个国王的生日，所以特赦，因此在9月15号，就是前2天服刑完毕。金尚玉为泰国航遣送回来台湾了后，到桃园国际机场就先做新冠病毒的采检，再搁接受检方实讯讯问，后来直接发假，押去看守所的隔离监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市有一位姓池的国中查甫学生，因为伊的情绪管控有问题，常常对老师同学起骹动手。26煞出现家长举电击棒去电这位姓池学生，原来因日前早就结完仇啊。目前学校也在检讨校园的安全问题以外，也安排学生就要进行辅导。通知一间国中读1年细市的特教生情绪控管有问题，同学家长反映，若是无顺伊的意，就会出现情绪反抗。日后以来，真侪届暴力攻击同学甲老师，想要到10有其他学生的家长入来校园内底，直接用电击棒攻击这个学生。跟家长达成了协议，就是让徐训同学用个别视性课程的方式，先不要到班级，然后抽离出来做课程教学。这样的小朋友还是要被适当的辅导，然后也接受，可是同时间也希望其他同学被受影响的程度能够尽量降低。代志发生的原因是，因班一个捌去互攻击的学生家长，甲学校警卫讲伊是辅导老师，因为进前学校嘛有希望市同学的家长会当派亲友来陪伴，所以警卫就无怀疑全放伊入去。想要到伫教室帮听的时阵，这个市同学情绪失去控制，去互实习老师带离开教室，这个家长嘛对入去，双方当场发生冲突，细市的同学去互这个家长的电击棒电着伤。
家长是去放假，迄当阵去有2个老师主动，毋过双方要互相告对方伤害。家长会市干事表示，因为启动的家长认为学校要求来陪伴的亲友的个资，还有良民证等等，认为讲是去用针对不愿意提供，所发生这种代志。学校应该要为这个孩子开 IEP 会议，订定个别的教育化计划，然后透过订定这个计划，学校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需要怎么样的协助，不是说有一个亲友进来。作为一个处理事情的人力就算了，好像是一个个人的个别的事情。日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讲，教育本来就要接受无同的差异，唔通因为感觉麻烦，还是升学的压力等等的因素，都无注意到特殊学生的教育品质，甚至是甲因打飘啊。勇敢接受这种特殊学生，这是所得来爱面对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调查人员最近发现，讲伫彰化八卦山附近的山坡地，去互土开了后，佮铺红文土，而且是喷一个青色的油漆，怀疑是要闪过卫生监控。彰化县的水资处表示，有关会当透过资料进行比对，查出乱开垦的范围。山坡地规片光噜噜，敢若剩一寡草啊，还有石头。毋过另外一边，毋若全部去红门土封掉咧，顶管还有插青色的油漆，远远看到那就是车经验的山架。最近水资处的人员佫发现讲，毋若种地了的山坡地去互绿色的红门土封掉咧，而且佫有起变数，地主就是当地的里长。庙的啊，有喷标青的村的才能拍算，都应该拍算起来喷啊了。可能是地主。为了就是说怕那个裸露面太让卫星拍到啊。彰化县府的稽查人员嘛想拢无，又讲可能是要嫌画册差值，毋过里长解说，因为边仔土地公标登记拢无变数，才会原地来起，好人讲是要嫌画册。毋过水资处表示，这块地算是农牧用地，依法干来当做农牧使用，就算讲是地主管地嘛无合法。若是提出其他案件画册影像来比对，确实翕起来拢是青色的。毋过要找出感受违法使用，也是要透过光谱来分析。我们植物有叶绿素，那它会反射，就是卫星影像，它可以反射一个红外光。拄光谱分析来看，有时无的所在是红的，毋过若是经过南山开垦，中区域明显有色差。为着预防山坡地去用南山开发，彰化县水资处逐个月都会利用画册影像来监控，找出地表感受变化的所在。毋过环保团体认为讲，这个办法也是袂负期。有时候找不到证据，那我们希望说那个变异性，有时候遇到一些变异性的话，其实是建议县政府能够提高那个监测频率。环保团体认为讲，利用画册虽然会当掌握大范围的变化，毋过应该也是以实地空翕，还有人员加强稽查的密度。水资处表示，今年到达已经查到30件，若是讲确认有违法的事实，会以违反水保法相关罚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说落来，咱做伙来对抗疫情。国内有病院发现讲，因为疫情关系，大家拢挂嘴暗甲洗手，颠倒减少着流行感冒的传染。甚至外国也有同款的研究出来，也发现讲有注流感疫苗地区，感染着新冠肺炎的人数比较较少。就专家也呼吁讲，若通注流感疫苗，就赶紧去，防止疫情拖翻头。伫德国柏林的感染生物学研究所，以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等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统计顶一摆新冠病毒疫情确诊人数，甲季节流感人数的关联。各建议所项目性推估，结论是，卡苏波采取适当防范措施，一摆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会是今年顶半年2倍到2倍半。What is really worrying, I think, for us is that we're not only seeing an increase in the case numbers, but we're seeing an increase in the hospitalizations. We're seeing increases in ICU. And this is a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we're seeing this in across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particularly in certain parts of Europe, in Spain and in Franc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Europe, in Georgia, Montenegro, Ukraine, in some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研究团队指出，疫情正严重意大利伫主流感有风险较悬的地区，新冠病毒确诊比例就较低。进前伫美国也有同款的研究结论。This is a virus for which we have a vaccine, and most countries have very, very positive policies towards free vaccination and subsidized vaccination for influenza. So please, if it's available, get your flu vaccine.
新冠病毒疫苗根据法新社甲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目前已经5种疫苗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确实顺利上市，剂量数目达到60亿，应予31人使用。按过英国洛斯会指出，这疫苗已经有51%被好嘅国家或者是地区买走，予申请国家嘅人面对新一波疫情更加弱势。另外，西欧目前疫情上严重，西班牙16单日确诊人数创下新高，有11193人，也有超过3个月20个一万858人，总确诊人数超过61万。首都马德里都会区要面临过一摆封城命运，也有中欧小国捷克疫情也愈来愈严重，为15破纪录的1674人确诊了后，16个单日确诊更增加2136人。捷克政府目前正考虑要禁止室内集会这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主任表示讲，疫苗要到明年的年中，才发度较济数量给民众使用。不过，美国的总统川算是夸口讲，伫咧今年年底就当发出1亿剂疫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也批评川，认为伊对疫情无才调，佮讲白贼。美国总统川普16宣布，年底进前就会当发1亿剂新冠病毒疫苗。不过，这个言论是甲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主任瑞菲德进前讲的相走抓。针对这点，川普讲是瑞菲德母了唔对气。No, I think he made a mistake when he said that. It's just incorrect information. No, we're ready to go immediately as the vaccine is announced, and it could be announced in October, could be announced a little bit after October. 瑞菲德16参加美国联邦参议院小组作证，对疫苗表达伊的看法。伊认为讲疫苗可能伫11月至12月出现，不过数量是真有限，就要等到明年年中才会较普遍。If you're asking me when is it going to be generally available to the American public, so we can begin to take advantage of vaccine to get back to our regular life, I think we're probably looking at late second quarter, third quarter, 2021. 瑞菲德讲，若要防疫，挂嘴胺可能比疫苗较有效，因为住的人爱出现免疫反应，疫苗才会有效果。因若这个看法是甲川普互相矛盾。No, the mask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vaccine. The mask perhaps helps. Don't forget, a lot of people didn't like the concept of masks initially. 另外，川普证实一个白宫的人员检测新冠病毒是阳性，不过这个人并无甲伊有接触。白宫嘛表示，目前川普的行程并无受到影响。Is this just like flu? Because people die from the flu, and this is very unusual, and it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川普伫疫情的初期，老神在在甲新冠病毒比作流感，甚至讲疫情可能会因为气候变热转来消失。到今美国正做全世界确诊人数上济的国家，累计死亡的人数要20万人。加上最近川普承认想要转移大家对疫情的注意，和对手拜登是大力的批评。All President had to offer last night, President Trump, was the same weak and feckless inaction, the same lies and empty promises that we've see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路透社甲伊普所16公布上新的民调，有50%的美国选民讲会投予拜登，41%讲会投予川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司法部16宣布讲，要起诉5位中国骇客以及2位马来西亚生理人，是因为因涉嫌网络犯罪，入侵超过100多间美国甲全球的企业，甚至也有台湾、香港甲美国的大学也受因的入侵。美国司法部指控5个中国骇客甲2个马来西亚的生理人共谋，涉嫌针对视讯游戏公司网络犯罪，透过诈欺摕到游戏当中的物件甲货币，而且佫摕去卖。To steal source code, customer account data, and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Also defrauded video game companies through manipulation of in-game resources to increase their illicitly obtained income. These for-profit criminal activities took place with the tacit approva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3个中国籍的嫌犯，捌伫中国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级经理，涉嫌用网络冒用别人的身份来洗钱。That's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defrauded them of in-game resources. 2 of the Chinese defendants stand accused with 2 Malaysian defendants of selling those resources on the black market through their illicit websi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demonstrated history of choosing a different path, that of making China safe for their own cyber criminals, as long as they help with its goal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tifling freedom.
起诉内底嘛讲到，台湾、香港、美国等10几间杰出的大学，拢有原本受到保护的电脑防入侵。2018年到2020年之间，因伫超过70个的服务期当中，看过至少4200份的文件。美国司法部表示，5个中国嫌犯伫中国是逃犯，因若美国甲中国并无引渡条款，2个马来西亚的嫌犯目前已经互抓到啊。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水火无情，伫美国西部的森林野火也影响到其他国家。根据着欧盟气候单位的监测，发现讲即寡溶液粒仔也飞到欧洲北部，并上海北境的空气更较歹。另外，巴西有一片全世界上大的湿地，也因为野火烧2个月过，尚无毁掉16趴的土地甲生态环境。美国西部野火继续伫咧滚甲，互消防人员真无用。几啊个月野火已经甲要500万英亩的林地烧掉，造成大量的烟雾甲烟雾。真侪民众的健康开始出现危机，嘛，互医疗机关相关急诊的患者是增加10%。In wildfire smoke, there's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articles and gases that are there. One particular bad actor are the really tiny small particles that are less than 2.5 microns in size. They are well adept to getting into the deeper parts of the lung and cause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ammation. 根据欧盟各百年大气监控机构的卫测数据显示，伫咧加州、奥勒冈州滚甲野火火势激烈的程度，比英国是悬几啊10倍至几啊100倍，是历史上上悬。这嘛互相关主要城市面对空气品质恶化的危机。根据新加坡时报的报道，当地浓烟烟害互人踮伫咧雨外一天，就若像是食高基粉，空气污染的程度比中国北京啊个上海搁较严重。若是即寡烟搁对风探到8000公里外的欧洲北部。I think it's really bad.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outside, but at the same time, what else? I mean, we've been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ready for months. 同款因为气候暖化，继续为野火抵烧的巴西潘特纳湿地，火势嘛已经滚加要2个月，互当地生态环境出现危机。专家估计，上无有16%的土地甲生态体系已经互大火烧掉，真侪动物因为安尼来死去受伤。啊，阁有2艘动物救援人员因为风烧甲真严重，转来死去。啊，若是湿地大火所造成的浓烟，嘛飞去1000多公里的巴西南部，造成上南边的南大河州开始落乌色的雨。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的即时军事动态16主动公布2架中国解放军的反舰机飞入去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内。国防部强调讲，这动作是要让国际了解中国一直侵犯台湾的防卫空间。另外，有外国媒体也透露讲，美国一摆卖予台湾这项的主要武器系统，就专家认为讲，美国想要警告中国，莫想要用武力侵犯台湾。台海对徛的局势一直加悬，中国17国派军机入侵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去予空军用广播驱离。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快脱离。另外，中国一架军舰16出现伫花莲外海，离小清水东边39海里，往南行过兰屿外海，国军全程监控，一直到17因才离开。中国小连续伫台海附近派军机、军舰威胁台湾的防卫空间，起事的气味是真重。也若国防部有反制的动作，比照日本防卫省说即时军事动态的网站，16公布中国2架运8的反舰机入侵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特别开辟了即时军事的动态，主动发布共军军机侵扰的动态消息，就是要让外界以及国际上都能够了解这些作为已经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国军即届得到军事专家的肯定，对台湾民众了解台海的情形有帮助。面对美中拼场愈来愈厉害，台海的局势嘛愈来愈紧张。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计划卖军事设备予台湾，而且一捆头要卖7项主要武器的系统。军事专家梅福兴分析，安全名单可能包括 M109A6 自走炮、陆射型鱼车飞弹，甲 MQ-9B 海上卫士大型的无人机。也阁会当对空中发射的智慧水雷等等，尤其是 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若配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射程达到300公里，就会当直接攻击中国的军事据点。能够精准的掌握到那短稍纵即逝的一个电磁讯号，然后当你能够掌握住这个电磁讯号之后，再透过类似像鱼叉公路反制的这个巡弋飞弹，或是海马斯这样的火箭，能够对对方的这个源头进行打击。会不会刺激中国大陆
转而对台湾施展更多的军事或者是经济的压力，这个就不得而知。美国若卖军事设备予台湾，嘛派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17访问台湾，南亚地区警告，这可能会互中国感觉真敏感。也若中国嘛公布17伫东海实施军演，反制美国挺台湾的行动，搁一届互台海的局势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2年1期的中国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特别到期啊，教廷的国务院长表示讲，教廷有想要继续签契约，甚至有美国的天主教期刊表示，教廷希望伫中国设一个代表处，甚至要安排2边的大官会面。针对着这件代志，咱的外交部暂时无要评论。前副总统陈建仁伫任期的时阵，真侪届代表台湾出访教廷，而且甲教宗方济各见面，双方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嘛显示台湾甲梵蒂冈的友好。但是梵蒂冈最近敢若甲中国愈行愈远，为期2年的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虽要到期，教廷国务院长帕罗林证实教廷有意思要继续，这嘛是教廷最近头一摆针对这个议题表态。副总统，您怎么看中梵的要任命？好，谢谢。我们今天来谈这个台美贸易，好不好？这项临时协议表明，中国天主教会主教遴选教宗有否决权。有风声讲，教廷高层透露，教宗方济各已经签字批准延长协议时间2年，而且内文无变动，嘛无把香港纳入咧协议范围，搁等教廷正式公布。但是另外一方面，天主教的杂志美国期刊有透露讲，教廷希望伫中国设立常设代表处，而且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见面。外交部我们对于不具名的来源的报道的内容或他们所延伸的臆测，外交部向来不会具体的评论。教廷曾经多次的对外公开的表示，梵中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是在处理教务的问题，不会触及政治事务。外交部我们将密切的观察相关情势的发展。中梵断交70年，如今若是拢同意延长临时协议的效期，毋那关系变好，恐惊佫会影响台梵邦交。学者嘛认为，宗教关系往来对中梵双方发展未来正式外交关系有帮助，但是无法度一步到位。他不同意教廷的教宗随时来看中国教区，这一点如果放手的话，那当然双方的外交关系又跨前了一大步。中共敢是同意教宗随时去看伫中国的教区，学者认为是一个观察指标，因为中国对宗教一直有真侪限制。主教任命协议的延长，嘛代表中梵关系的瓦解。梵蒂冈是台湾唯一的欧洲邦交国，对这个现象袂使无注意。记者郭灿吴家宝台北报道。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举办2度颁奖典礼，3位得奖者当中一位就是香港反送中的民主运动。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致辞的时阵，也表达挺香港的立场。这个奖是由香港政治的前主席罗冠聪来代表领奖。罗冠聪也强调讲，欧美国家是伫咧限制中国威权势力变大的重要角色。争取民主自由的香港自2019年发起反送中示威运动，吸引将近200万人行上街路，用行动传达对港府不满，逼港府撤回逃犯条例草案。不过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这回上路剥夺港人的人权，引起国际关心。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举办2度颁奖典礼，选出3位得奖者，其中之一正是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致辞展现支持香港立场。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extraordinary outpouring of courage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cowardly government that refuses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o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guaranteed more than 2 decades ago. And while we watch in horror by what Beijing is doing, we are inspired by the bravery and the courage and the vision of those who are fighting to defend and protect democracy. So you've picked a great group to recognize this year, and I want to thank Freedom House for doing that. 佩洛西讲谈话卡出美国因为商业利益无为中国人权发声，会失去伫其他地方发声的道德权威性。前香港政治创党主席罗冠聪目前流亡海外代表颁奖，佮呼吁西方国家强调香港伫民主价值抗争第一线，要阻止中国威权扩张。美国、欧洲、西方国家扮演重要角色。So for me, it's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he freedom to combat those injustice in the society and to bring up a better world to the humanity.
港版国安法共款冲击伫香港外籍人士，愤怒为香港发声，可能被指控是外国间谍。德国智库腓特烈诺曼自由基金会宣布将基金会驻港办事处关起来。另外，前香港民间网络发言人张坤雄被控制律师参加无经过批准集结罪，伊无出庭。张坤雄本人证实已经离开香港，佮呼吁外界协助流亡的香港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教育部上新的统计，讲外国学生入境的人数已经有11000人，也考虑到这寡学生的学习效果，亲像台师大就甲境外生最后入境的时间安排伫10月初10。今日去台师大熟悉学校的环境，为日本来的中央大地是运动休闲参与管理所的新生，今年4月份才考调硕士班，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一直无法度来台湾。7月底总算等到会当申请的好消息。很期待去台湾，但是日本的那个疫情越来越严重，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担心，是不安的感觉。等3个月，8月19才到台湾，加上检疫14天。伊讲一直到离开防疫旅馆，去到学校甲睡厝的所在，才真正有来到台湾的感觉。我最喜欢那个台湾的卤肉饭，所以那个9月3号的。晚上12点才可以去吃，所以那个旁边的那个开到比较晚的，我吃卤肉饭。食伊上喜欢的卤肉饭，嘛赶会赴开学。伊讲，坐落来好好做研究，佮有加强华语。台师大统计，新的学期已经甲612个境外生接到倒来，也佮有200多个境外生会伫9月底甲10月初入境。也若上尾安排入境的日子是定伫10月初10。经过14天居家检疫，10月25号解除检疫之后，刚好是开学的第6周结束。我们会在这6周线上学习课程。台师大表示，虽然顶学期有95%的境外生对线顶学习的方式是真满意，不过效果也是甲实际面对面上课袂比值。因为安尼，10月初10以后，敢若针对南非等3个国家，甲禁止学生出国的境外生，用线顶上课的方式。也若其他少数也未申请来台湾的学生，建议保留学籍或者是休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的蒜头是起大价，也因为逐年9月至11月是蒜头点种的时间，伫云林沿海地区已经有农民开始种蒜头啊。当地的农民也表示讲，蒜头种的成本增加2倍，检方为着要防止有人囤蒜头，目前也当地进行稽查。9月份是云林沿海蒜头的种植期，不过今年蒜头的价小大概仅是250块，比去年增加超过1倍。真侪农民是买袂到蒜种，干那用手头有的蒜种，种偌济算偌济。有农民讲，干那要种1分地的蒜头，成本至少要5万块。差不多一半，因为成本的话，去年没那么贵，今年比较贵。对啊，就种的钱的话，跟种子的钱跟那个工人不算的话，就种子的钱可能就要4、5万。云林蒜农是表示讲，要种1分地的蒜头，超爱200到250台斤的蒜种，佮加上压肥、管理，佮有工钱。烦恼讲未来采收会了本，干那会当种较少，也是种其他的作物。为着要让蒜头的价销较稳定，云林地检署邀请公平会、调查站、管府农业处做伙来研商，定出全面稽查，重点侦查的原则，来共同会商，那检讨我们前几波的那个行政稽查的情形，那。就相关的不愿意配合或者有隐匿的那个厂商来进行那个后续的侦办动作。云林地检署表示讲，目前县内进行3个行政稽查，包括好买、馆长、启动、理论，当时5个乡镇，总共9个所在，超450栋的蒜头，而且会甲厂商提供的进销货单提转去了解，安尼敢有违法？嘛含农政单位建立联络的方式，拒绝任何农产品封压介绍，维护个人的消费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的水关村，有民众向警方报案，讲因处理的人甲野菇送互村民。伊去网络找资料了后，也怀疑讲即寡野菇是有毒的。好佳在落尾有成功阻止民众甲有毒的野菇食入去腹肚底。现在是说赶快找到5毛这个人，不要吃这个东西，不要吃他这个东西。还有谁有拿吗？没有，你看他这个误食。
报案的人雄雄公公讲出来的人将野菇送予路人经过，惊万一步道人被毒死。环境听完这形容替毒菇传面的面貌，认出是姓齐的查甫人，不过在警车赶到位，毒菇也无被夹入腹肚。在确认该位村民的住处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所幸经检视独菇尚未起锅，在场无人误食，成功拦阻了意外的发生。啊，不过，互人着急的是，这姓齐的查甫人佫将野菇分送予另外一名姓蒋的朋友，好加在经过厝边提醒，这拢是毒菇。姓蒋的查甫人才将煮汤的毒菇倒掉，幸运躲过一劫。还好是隔壁，那个是毒菇。隔壁就跟我讲你那个，我拿一块给他们看，哎，这个不是香，我要喝汤，给老爸一起去吃。其实，使用一家火啊板掉的青金菇，常常被误认是用食的鸡巴丝菇，因为两个外形甲色水拢真像。啊，不过若是误食青金菇，可能出现会吐、腹肚痛、放血、脱水这肠胃中毒的症状。鸡肉丝菇它比较偏白，然后你讲那一种那个绿泽菇。它偏一点米白色，那绿泽菇它上面会有一些粉状型的东西。专家提醒，一般毒菇色水真鲜艳，受损或者是煮过了后会变色，纤维较粗、较袂长。就算小可有变色毒菇的能力，也上好唔通伫野外慢菇来食，才袂发生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基隆的和平岛在2年前发现西班牙教堂、圆山文化甲铁器时代遗址，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历史，基隆市文化局甲北艺大美术系合作安排工作坊，透过亲身的体验，互民众近挖历史。这片看起来真普通的土堆，其实是400年前西班牙人伫基隆起的主圣教堂。基隆市文化局2018年委托清华大学团队，伫和平岛进行考古研究，和本地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即阵真实出现伫咱的眼前。我估的所在就是咱们咱的和平一路的停车场，就是咱即个台船的停车场。啊，即马现场就是有现场的遗迹保留，啊，另外就是在旧年时阵的咱和一路遮嘛有3个考古坑内底有啊去，啊，毋过即摆已经回填起来啊，安尼。基隆唔有特殊的地形景色，也佫有珍贵的历史资产。基隆市文化局希望用艺术推广的方式，要互民众直接认识丰富的考古成果。时间是对9月19号到11月1号，吼，啊，拢踮咧咱的和平岛家来做展示，啊，主要的展示地点就是咱的和一路遗迹的现场，啊，看新楼这个货柜屋都是主要的展示中心。啊，另外我们也有导览哈，带大家民众呢到我们平一路的现场去看我们现地保留的考古坑。展示中心在这边呢，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些资讯啊，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有透过图片。然后透过这个3D 列印的这个立体地图，好，然后我们也复制了这些重要的这些文物，然后在这个展示中心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呈现。那另外我们也设计了常态的工作坊，让小朋友可以在这边透过有点像立体拼图的方式，然后一边玩，然后一边理解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出土的珍贵文物证明，基隆过去伫大航海时代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么丰富的考古成果，未来搁偌过时间，透过一系列艺术体验的方式，要互民众走入和平岛的历史现场。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基隆报道。为着要杀保起保存文化，屏东县客家事务局要培养导览人才。不过来报名的人是伤过济，客家事务局也赶紧增加录取名额，未来会扣50个解说人员，推广在地文化。红色的厝遐门口也有大水池，看过去真有古味。屏东县嘉东乡3级古迹永熙宗祠已经有超过90多年的历史啊！过来行一点路，就看见这间1910年起的张家商楼，用过当地居民拢会踮遮看野球、买杂货。为着推广客家文化，屏东县政府将这挂出名的地标规划做导览行程，要栽培导览的人才。我觉得这个在县政府能够有
专业的协助之下能够让这些相关的导览人员提升他的导览的专业品质，能够把这个地区的整个特质，还有客庄的一个建筑文化之美呈现出来。伫咧当地长期驻心伫咧保存文化的嘉东文史协会，即阵被列做是6队客庄文化体验的示范训练基地，要训练导览员伫咧小解小家古厝、私人步道、和西闸门等等这所在时，有专业的知识和导览技巧。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多来嘉东参观我们的古迹文化。而明年6堆300年的一个游客来到客庄这些导览人员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文化尖兵。今年8月份，嘉东乡农会举办屏东客庄文化观光解说人员的训练课，原底只拍算要找30个导览员，尾啊因为报名的人非常多，落尾阁加增加20个名额。屏东县客家事务处未来也会安排导览认证的考试，希望客家文化结合观光继续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8月底整修完成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是一间去予50年掌握树包围调的图书馆。咱也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去感受知识甲大自然。大片的玻璃，看会到天地的广阔，也感受会到日头光照入来的温暖。这座起伫咧屏东青溪公园的屏东县立图书馆，8月底规个翻新。即马图书馆也要满足保供需求和年会的读者。1楼其实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家，2楼就是一般的我们以往的一般的这个图书的空间，在3楼的部分是以青少年的这一种习惯跟他们的一个特质去打造他们属于他们青少年的空间哦。它不用一本一本放，它可以5本一起放。会晓自动行册的机台，24小时拢无停困，会当一届替民众行几本册，真声人目。图书馆内底也有4室的演艺厅，和35年排湾的石帮厝，要互读者不管行到倒，拢有恬静的所在会当读书。即阵因为馆内老地板面积增加，空间变阔，图书馆的馆藏对原本的13万本册增加到40万本，馆内座位也有500席。一进来的一个书香气息，我相信这个书香扑鼻这个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屏东县政府希望这间起伫咧公园内底，经过2年改建的图书馆，会当互民众暂时放下3C 电子产品，散步故时就来遮和大自然做阵阅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在地台湾剧团今年底要演出台湾民间故事《好片师》，这是剧团头一摆用全台语演囡仔戏。什么款物件叫做好片师呢？咱做伙来看卖。你就带我去把你的宝剑片出来。好，得我赢。请。用片仔会使片出宝剑，台湾民间流传的好片师故事，即马改编演出，这是高雄台湾剧团今年的新戏，因头一摆全部用台语。呱呱戏还是呱啥？因为妈妈他们在说什么，就完全听不懂。我想说，哇，好可惜哦。这位演员其实是客人，伊唔拿客话讲甲写叫台语嘛会通。其实剧团大部分的时间是华语表演囡仔戏，之前嘛捌用台语搬戏，毋过发现足侪囡仔听无。我去广州的时阵，我惊一跳，因为大人拢讲粤语哦，讲大人讲粤语就无打紧，囡仔嘛讲粤语，然后讲甲写叫，转来台湾了后，感觉咱的囡仔咧台语愈来愈袂练。团长嘛发现家己的后生伫幼稚园学台语学了真好，理解环境对囡仔学母语真重要。决心即摆要用台语改编好片师搬戏，互囡仔看。为着发音标准，演员拢真认真学。古早时阵的戏，所以有当时有一寡事嘛，是爱去找迄教育部的迄词典去查，譬如讲高利贷，去查个放荡来。所以较会啉滚水、北地米地啊，你是火大。剧团今年初嘛拍足侪好片师甲台语的影片，因为迄当阵防疫期间完全无观众，这出戏不断促销延后。用这个俚语讲一个
短短的故事、趣味的故事，啊，观众囡仔看了了就知影哦，原来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哦，一个前导活动。团长讲，拍影片一方面是宣传新戏，嘛是互演员练功。经了半冬，好佳在即马会当顺利伫咱台湾巡回演出，搬戏互台湾囡仔看。记者陈家军、赖伟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也带观众朋友四界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你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注意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四條。台湾早前是農業社會，大部分的人攏靠種田維持生活。唔知大家平常時啊，聽有真濟甲種作有關係嘅代志。即馬時代改變啊，這個台灣傳統技藝已經離住佇都市的人有略略啊較遠啊。哦，這個真嘅哦。哦，謝。在台灣的傳統社會，牛是民眾上重要的工課伴。農業社會，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灣的老輩真濟人無食牛。即馬牛肉麵、牛排這個料理，在台灣的時行，攏是較後來才有的代誌。有一寡台語詞是農業時代留落來的，即馬雖然有原有咧講，不過意思已經小可無同。親像小放伴，本地是咧講吼，要捕田也是到掛稻仔的時，住附近的人互相輪流去對方的田林鬥下手，即馬變做互相幫忙的意思。還有穡頭，英過是咧講農事的工課，即馬用來稱呼所有的工課。像我即馬穡頭做袂了，又搁愛加班啦。甲做穡有關係俗語真濟，親像無貴袂出水，是咧講捕田的時陣愛記咧。來比如講吼，做任何工課，攏着先付出，才會有成果。也有一粒米100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稻做穡，工課伴，小放伴，
石头，无贵卖出水，一粒米百粒汗。做事人实在真辛苦，咱就爱珍惜送来到咱面头前的食米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